祝福火车上的旅客，祝福火车上的旅客一路顺我同学伊啊，我长到个茶都当在咧空地咧，冇走出来做啊。有做诶，有叫我来做同学伊啊。很兴奋啊，没有做过，对啊，带小朋友来，嘿。从出世到遐，都一直团工阿公阿婆、爸爸妈妈讲过坐下 Q 火茶嘅珍珠火这一个故事呢，从来没是错过，今日错过以后，感觉到非常的新奇。天天10公里嘅球山線，前到民眾都會來呢位行行聊聊。不過限擺係講民眾來呢位嘅時節而特別誠意咧，因為喺所有嘅鄉親要求希望之下，球山線嗰一擺正式通車咧。無中央嘅之前，我無中央競賽。一田家哦，最熱的時節哦，嗰個山景哦一片翠綠，哦都看田家哦我起霧，尤其嗰水季來講哦，其實當正。嗰還有嗰因為都到台灣中部地區哈氣候分界點，有時申請哈濃霧中哈，過一隻山頭天氣好水頭以後，你可能會多太熱太。好，我當我讀多年的時間，你可以去體驗大自然環境。現在走的這一段路哈，是從三一到聖心間哈，唯一直線的地方只有2公里哈。從這裡到泰安這個短短的10公里的地方，它是台灣鐵路盡頭出現比率最高的對台灣鐵路來講哈，不管係人力、物力、財力哈，就不稀缺。也最近安尼行了以後，我發現到原來用很多人力哈。事實上，台灣鐵路嘅財務狀況哈，人力狀況係不稀缺嘅。但是也係因為個也趟鐵路是太強。其特別所在其實就在於講，因為當年台灣鐵路鐵路行係最長嘅地方。嚇，嗰還有連續隧道一大段，嗰還有幾多嘅夾嘅菜地啊！嚇，過河壩嘅時候啊，嚇，3條河壩，3條無中央嘅橋梁前實，茶站一無中央，嚇，10幾多一條鐵軌檔，係尤其將新建站嚟講，已經係要比其他小站嚇係多，就會要more裝飾咯。
跳摆界卖票口，韩国顺跳跳摆动脑眼界检票口，甚至係一位看下過去跳擺人坐喺一位電火車嘅地方，而通拍喺啲橋山線重新個運作過後，佢就唔會是係從一下用一隻點情嘅瀑布感，佢會變做一隻真實本體嘅實際體驗嘅真經叉跳。要破茶路哈，路線係做到，點講做個土堤上個，但是茶站做土堤下擺，變咗茶站要靠地下道，你從你的地下道，但是呢哈，你其實要茶站平過去，但是你都土堤下邊就變地下道，要防音樂台。而算係你講1930年代總體以後，按照進士式樣，哈，建築，在當時嚟講，算係最新式嘅建築。是佢意思嗬，係1915年日本做嘅，哦，伊一來嘅茶廠嗬，係1960年印度做嘅，所以聽人講哦，安尼好多印度茶，啊，佢啊種嘅茶廠嗬，係目前為止嗬，嗱講過，嘅強度超強嘅嘅呢茶廠，因為1960年到廿下嘅茶廠嗬，全部看唔到啊，就存到去，哦，很好嗬，背後嗬，北片上送嘅。一個茶馬哈，係美國通用嘅柴田薊茶，哦，也係1960年，哦，用到也同個茶廠同樣，哦，全部係嘅老古董。在羽毛茶我噴到嘅玫瑰，嚇，但是要高度價，我因為碰到神濃度嚇，跟玫瑰我呢個茶上味道，唔知真嘢我體驗到乜嘅點講？以前年代講拍神父呢啲唔神父出來，嚇，嗰種感覺啦。因為其實對人家後生人嚟講，尤其對小朋友嚟講，也係拖一年。其實到到一般嘅體驗講，以前嘅年代嘅年輕人做茶。積木嘅也好，鐵器嘅也好，我係用一個平膠土嗬，一個石皮嗬。以前因為停咗19年嗬，停咗12年，一個石皮時咧差唔多全部廢棄啦。所以一鐵器嘅差唔多大部分咧新鐵器嘅哦，樹體也按你以外夾嘅路基嗬，尤其係唔太平嘅一灘，也實雜重拾嘅當中，也重新可以講個重新鋪過嘅5月25。我哋講，我哋自願咗嚇，先行一隻柴油茶馬，行到3米，行到泰安冇問題，哦，有啲茶變做，將來規則嘅變做，但頭等4隻印度茶，
面前迄沙滩茶，背後迄柴油天茶吼，安尼送哦，冇問題，吼，我就怎咁判地一般銀行，再銀行就了。历史的遗迹，古一个所有的建筑人员啊，复合一个行个规定，做维业无复死，无复死就留到个到尾嘅变成无保养啦吼，讲无行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机制啊，伊都认为讲啊，你还做唔定连业，所以讲下一班努力以后啊，然之后重新来申请。